睡前故事第14話：月光下的貓頭鷹和風箏。喺遙遠嘅山谷，有一片四季如歌嘅森林。夜晚嚟臨嘅時候，一切都變得寧靜又神秘。而喺某棵大松樹上，住咗一隻貓頭鷹，佢叫阿灰。阿灰自細就聰明伶俐，記性又好，最鍾意聽故事同埋聽長輩講道理。佢聽過失敗乃成功之母，堅持就有回報，凡事要三思而後行，要快人一步，唔好輸喺起跑線上。每一句佢都認真咁樣記低喺樹皮上面，當成森林智慧寶藏。但時日耐咗，阿灰開始發現，有時做咗堅持，反而錯失咗轉機。想快人一步，卻跌跌碰碰。阿灰開始懷疑，點解佢哋講嘅道理聽落有理，做落又矛盾？呢個問題困擾住佢，直到一晚，月光曬滿山頂，風聲輕輕唱歌。阿灰飛咗去樹冠層深呼吸，諗住想清空下個腦袋。突然一股急風刮過，一個彩虹色嘅風箏纏咗落枝樹枝上。佢輕輕解開，發現風箏上有句說話：唔係所有風向都要去追，只要一股適合你嘅就可以飛得穩。佢呆咗一陣，返到屋企，佢翻開佢雕刻咗好耐、滿道理嘅嗰塊樹皮，靜靜咁樣望住佢，然後佢決定燒咗一半。第二日，佢飛去問老鷹，如果兩句道理係互相矛盾嘅，咁我應該信邊句？老鷹笑住講：你要學我飛得高？阿灰答：我想學點樣飛得係對自己無悔。從嗰日開始，阿灰唔再收集所有道理，而係開始對話，向自己對話，向直覺對話，向住夜空裏所有沉默嘅星星對話。慢慢，佢明白到道理唔係命令，而係工具，唔係每把鎖匙都要拎喺手上，只需要一把開到自己心門嘅就夠啦。有小動物問佢：阿灰，你知唔知有好多長輩都講緊你唔聽話，唔遵守傳統喎？阿灰望住月亮，輕描淡寫咁答：可能係啊，但我過嘅人生唔係佢哋森林嘅路線圖。我信，我只要飛得穩，就會飛得遠。多年後，森林深處流傳咗一本冇標題嘅夜間筆記，封面係一個殘舊嘅彩虹風箏，靜靜咁樣躺響月光下。書最後一頁寫住：我聽過好多道理，亦都試過樣樣嘢都跟，但道理太多嘅時候會互相抵觸，甚至叫我迷失。直到有一日，我明白咗，唔係所有道理都需要追隨，因為人生只要一句真正適合你嘅座右銘就已經足夠。呢句座右銘就係我飛行時最穩陣嘅風。夜風之子阿灰。咁你嘅人生座右銘又會係咩？